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图尼亚兹取消了欧洲访问计划的旅行。图尼亚兹计划到访巴黎和布鲁塞尔以及伦敦，但图尼亚兹的访问计划受到人权组织的抗议。欧盟方面低调称，之所以同意与图尼亚兹举行面对面的会议，是为了能够当面向图尼亚兹提出欧盟对新疆的关切。根据报道，3位了解他计划的人士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图尼亚兹因对维吾尔人的虐待指控以及反击而取消了他备受争议的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的之行。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月13日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持续跟进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去年发布的新疆人权状况报告，进一步采取行动，调查中国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所涉及的反人类罪行。根据路透社2月13日发自日内瓦的报道指出，人权观察代理执行长哈森13日表示，希望看到新任的联合国人权高专蒂克尔能够兑现他上任时许下的承诺，持续调查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当时对中国政府提出了13项建议，包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国家安全、反恐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框架进行全面的审查，废除所有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以及及时调查有关教培中心和其他拘留设施中侵犯人权的指控，与国际劳工等组织合作，执行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意见。众议院共和党人2月13日启动了对中共病毒溯源调查，首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现任和前任官员发出了一系列信函，要求得到文件和证词。中共病毒大流行病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在一项声明中说，这项调查必须从中共病毒如何以及从何而来开始，这样就可以试图预测、预备和预防其再度发生。监督委员会主席默克补充说，共和党人将追寻事实，并让参与任何掩盖事实行为的美国政府官员承担责任。星期一发出的信函并没有要求收件人合作，如果潜在的证人不配合，议员们将会发出传票。土耳其的强震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在此期间，有一批中共官媒记者前往灾区进行采访时，试图塞钱给当地灾民，要求他们批评土耳其政府救灾不力，赞扬中共政府救援有效率，遭到了土耳其灾民的果断拒绝。相关的视频被多国网友转载分享到了各大社交平台后，引起了各国民众的愤怒。不少网友批评中共政府自己国内做假新闻，到国外还想做假新闻。评论认为，中共官媒记者长期被共产党灌输的思维都是违背正常的社会规则。